谢妇女朋友伫各方面的贡献，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推出着妇女节相关的活动。而这个台南市9个公车的转运站，咱的女性朋友只要伫各站前100名拍卡，而且来标注着时代新女声台南市300妇女节，安尼就要来送1份的小礼物。台南市9个公车运转站，第300个节妇女节这天。 推出只要伫公车站头前100位拍卡，而且标注时代新女声的人，都会使摕到一块有造型的地壳。来送你一块香皂，兼顾防疫，也庆祝这个咱3·8妇女节。这摆造型地壳有2种，一种是上针对妇女朋友的敬重，佮有爱；另外一种是金箔甜壳型造型的地壳，有甜伫你的心内圆满幸福的心意。咱的造型香皂一个是粉红色的甜甜圈，一个是粉红色有一个这个 love 爱心的这个造型，让我们的妇女朋友都可以过一个甜蜜的妇女节。除了拍卡送礼物。 111年游玩有真济公车优惠，其中包括支线公车基本的里程免钱等等，欢迎民众会当加利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